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怎么知道陆将军的死讯的？我们北烈的弟兄下的可都是死手，什么狗屁杀人啊，还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？北烈蛮子，我杀了你！你暴露了。北烈人惜发如命，刚刚杨副将砍断了你的鬓发，你怎么毫不在乎？因为你根本就是圣国人，下令杀死陆石的也是圣国人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圣国人岂不是在自毁长城？陆石刚刚中箭，死讯就已经传遍火风堡。北烈的援军恰巧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，彩云礁的边军也恰巧在这个时候，在某人的带领下，在赶往火风堡的路上。这天底下哪来这么多恰巧啊？因为一切都在某人的计划中，他想夺虎豹营的兵权。你是说？你可知，我们在南梦湖发现了几具尸体，其中一具眉眼与你甚是相似，他是你负责暗杀的兄弟之一吧？他并非毙命于陆石剑下，却是死于见血封侯之毒。参与暗杀的人都被灭了口。你知道的，李庸向来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你胡说！恩师他，恩师，你扎我！果然是李庸啊！岂有此理！没想到真是李庸这个奸贼！